梦渺渺太不值。迷人的歌声，亲像无缘的你，可爱的形影，可美梦中的你，随着音乐来消失。要叫啥人陪伴甲安慰？放阮孤单水几暝。谢谢萧承佑。今日你听你唱歌的时阵吼，你甲原本的迄款传统的台语歌融合新的少年人的唱法，你吼这条歌有一个新的生命。建议啦吼，一寡少年人你若想要去唱台语歌的时阵，会使去甲陈佑学者。我实在一定爱甲你学咯，你搞。感谢你，互台语应该有这个新的生命。你今日唱了真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陈佑呢？老师好。我觉得这首歌你从头到尾都有一个一致的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就是说，你想要把那个你对于这么多年来对这些老歌啊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探究都想要在这个歌里面去展现。所以从头到尾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听歌的人就很容易被你就是完整去听你这个歌想要表现什么，只是说有些音啊，你为了要表现那些细节的完整，你是不是要再稍微提前一点，不要让后面变得很冲突？这个就是细节要再讨论一下就可以了。